讲到奇异果，客家有人讲好利，一般人的印象当中也是纽西兰嘅特产。其实喺台湾没有原生种嘅奇异果哦。当年89年係太初嘅時期，張氏人世嘅土育坊6、7年前去到新竹江沙嘅山鄉漂地種奇異果，睇山當工作而那嘢的數目個，辛苦打拼嘅也按多年，果樹強有嘅好收成。伊相信台灣本土嘅奇異果唔會輸本進口嘅，甚至韓國有競爭力。新竹江沙马米部落一片山头，生草大路，土育坊不是行业拍草，佢堅持唔用除草劑，每一個人都有生命力，還有台灣風雅比來比去。我觉得杂草是这个样子啦，草生栽培它有利有弊，在于说你如何去取得跟杂草一个共存共荣的关系。土育坊的奇異果園係套1500公尺邊嘅安果山鄉，佢自從每時候草嘅會同養分適合，電到佢會本按行較多嘅養分，草嘅定期上嘅草生栽培，奇異果生來又大粒又甜。奇異果差不多7粉滴啊，栗嘅6粉滴，土嘅6粉滴。一櫃太片嘅果園，睇佢兩甲檔案法，30公司嘅土育坊係苗栗草橋嘢，托中型太學園以內同研究所畢業過後，一出上做農，差唔多7年前，伊先去到尖沙山當果種奇異果。一般嚟講，台田類嘅奇異果對種落去都台北有好雜，前幾4年，佢辛辛苦苦做嘅幾廿年，一2、3年呢，將天天呢有好收成。奇異果在早年的時候，政府曾經有引進過一次，然後有鼓勵民眾大家種植。可是那時候因為對奇異果習性還不了解，所以那時候大部分農民都失敗收場，最後甚至都是砍掉啊，然後連棚子都拆掉了。大部分都這樣，那個時候大概在25年前，這個比較成熟，所以果子的量跟果實大小都比較大一點。對，這一區是7年的樹。奇異果並唔係類水果，台灣主要原生種，夾嘅皮有幼幼嘅毛，就像生蠔樣嘅。頭擺到山鄉，年初民間看到生蠔去摘嚟食，做啲佢熟嘅好炸嘅。土育坊決定上山一種奇異果，住喺度特殊家下，受到幾件個人嘅牙珍除膠水影響，還有隻原因係山鄉溫差大，果子食起來冇較香冇較甜。韓國牙教書醫生就專門研究怎樣去摘奇異果同佢栽培技術。其實，在台灣奇異果的原生種其實就有蠻多種的，大概就有4、5種。然後它從海拔，從平地，然後到低海拔，然後到高海拔，其實它都有原生種。我們為什麼會選在比較高的地方種？原因在於說，在高山的部分，它的病蟲害相對比較好管理的。土育坊並唔係農家子弟，我家咩冇鐵，古數條蛤蟆嘅也當反對佢去做農，佢堅持自家理想同興趣，伊先去山鄉漂地來種奇異果，順便嚟種果實搶出來用食。大家小時候總是有聽過，你如果不好好讀書，以後就要去種田，對吧？然後大家就會說，像我爸媽就是說，你如果要種田的話，為什麼你要讀到碩士？你國小畢業就可以去種啦。可是我覺得不對的，其實農業它是有很多專業的所在，很多的各種的誤解，就是比如說，是不是它是一個不用門檻的東西，或者是它是不是很容易？但其實它一點都不容易，然後你需要就是知道相關知識跟技術非常多，然後其實做起來真的是很辛苦。6年呢喺土育坊請員工，同佢有同樣想法，今年正26歲，本單讀喺飛機呢。讀大學家下就發現，自家對做農有興趣，
去到飞机师事务所上班，压力实在太大，做唔過也會反對。去年年中，當結節咧同頭路表態上山去聽書，也係做中年人嘅。雖然業績又較少到嘅，但傳到嘅空間，行過等等土橋翻嚟學。就是他就会很愿意跟我讲很多有关农业的事情，就是不只是种东西，还包括比如说像我去年刚来的时候是采收的时候，像就是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像我们会有奇异果就是卖给大盘商，然后其实大盘是一个很神秘的市场跟运作机制，然后我想说天哪，就是我从来不知道有这种地方，然后他们原来是这样在卖东西。从一开始的整个奇异果的照顾，然后从我们一开始冬天进来的时候要开始做一个就是修剪枝条的部分，然后他一个一个步骤的带领。王佩妍咩行忙30歲，喺土橋farm南圍嘅員工，本來喺太醫院嘅護理師，去年代同投入表態上山鬥見，咩當要愛做更中年嘅決心，佢都喺台灣農業新希望。土橋farm3萬做嘅按多年呢，咩天天嘅得到不卡人嘅支持。他们目前是算是比较支持啦，然后也比较愿意帮忙啦，然后但是他们还是挺担忧的，因为毕竟现在我们还是在起步期，现在才正要进入量产阶段而已。在人家没有看到你有量产或是有产量之前，人家是不会相信的。像我们这个啊，是我们用台湾原生种做于它的砧木，然后这些都是台湾原生种的砧木芽，然后我们就是都要把它拔除。一搶食天福部嘅產地呢，係接一點母頭係台灣原生種，再個接配嘅品種。土橋farm養多年，天天有產量嘅，各天嘅溜小小，由農民平定來種。佢希望我要行卡到農民便宜比多。其實台灣本土嘅奇異果好種又好治理，做得強下來生sản。像紐西蘭的奇異果公司，它也是很多農民聚集結起來的。然後他才有辦法去開發更多的通路，然後他才有辦法去做更好的儲藏設備，或是更好的去分離包裝廠。這樣的話可以把我們的就是成本去降低，然後我們的損耗也會降低，然後我們最後的收益是會提高。我覺得台灣農民還是需要團結的。土橋farm嘅開發出奇異果果醬、果乾同奇異果冰淇淋一啲商品，佢幾件想好怎樣嘅發展一種樣嘅。未來目的是說，希望大家可以共同集體運銷。但是我們在農村在生產水果的時候，一定會有很多的小果，或是裂果，或是瑕疵果。那如何把它做一個更有效的利用？所以就要開發更多的加工品。然後這些加工品的話，我會希望說可以先把它開發出來，讓大家知道說奇異果其實它還有很多的變化。土橋farm做咗計劃好，怎樣來發展奇異果栽培同產銷。雖然野槍都好大片高，不過佢知道行動要好發展，尤其果樹一年的大，等到產銷越來越穩定。台灣自家生產嘅奇異果，主要機會同市場行會係主流。